莫奈何得信皇帝被朕心急时分，要经赶紧查家长上谢家的堂率啊！谢家一定晓得皇帝关了啥个地方，想不到莫奈何开门插进的皇帝那喊里直拱，哎呀！不灵，眼睛让发听得到。小吕啊！皇帝关了啥上火，你晓得我马上好去救。你不清爽，我要死个。这个陈经理啊，伯伯千岁。好皇帝现在到底哪行了你？刚刚考我的一考，我不能问的。好皇帝到底哪行子？眼里也糊了眼道路子。伯伯千岁。杀心
举身放汽水，吃发下去来喂。伯伯千岁，求您快点想想办法，把我们的万岁爷给救出来吧。我乃万万想得，哎呀，好长头在。结婚是唱戏的人，哎呀，结得来落人无知啊！他是天子，长不出，我是雨后的一面。哎呀，叫你哪弄法？你哪弄法？皇帝催出马病，我没面孔做人啊！哎，这个蔡经理啊，伯伯千岁，实不相瞒啊，此非我万人出，不将来。老子就是报价了，你告诉我，皇帝关了啥个地方，马上去把他揪出来。哎呀，对你妈妈爸爸绝对讲的，我真正晓得皇帝关了罗大，我自家有本事的呀，来再去举着。呀，伯伯千岁，万岁被他们关在哪儿？今天也不知道呀。要死个了！皇帝关了啥个地方，你也不晓得。你不晓得，你全美公女儿不晓得，我外头来更加不晓得，哪么拿弄法呢？这便如何是好？哎呀呀！嘿，多两高头心急时分，不必后面屋头一想。现在是现在王爷，凡三不里都关了罗大，我晓得有一个人背明白了，背晓得。嘿，阿公高先生，有人晓得不呢？这个要不要？啥人晓得你？王爷，谁是来骗皇帝下流的娼妇，草莓宫的心腹？蛮好蛮好。这个你带我去见他。好。我到交代他的对劲了，叫他带路把皇帝救出来。哎呀，
王爷不来该啊！你是不晓得超夫这个人啊，狡猾多端。哦，那个在家那里头有经历，做心肯大内追的。哦，但是大内去个然后做心是机关啊！哎，大胆里向，大内咕噜吃一道西事，皇帝举不出内里的名义，得了里相关。哎呀，不来该。那哪弄法？哪弄法你？哎呀，我看啊，打超夫这种人不能硬上，至于屁，要死了！你叫我去推来噻，你叫我去批不来的呀！王爷，别内去批，内去批，你不会上当；别去批，至于我来去。没时间讲，旁边一个人肚里向吹啥人插进的？哎呀，今朝后面来讲义气的，来气其实是用计，用啥个计？没人计。我晓得个，差不平常辰光看见个后面色眯眯、皱血血，后面看不清。来想人，今朝来下去，一定是用美人计。但后面表面上质地，实际上三个姐妹这个呀，担心啊，别出事体啊！要紧到里向开抽屉，拿出一瓶砒水。送米个太子他下来，小家堂里让砒水特别多些，水真硬的，拿出来，搞不大后面，刚清爽，拿下去，插副纸玻璃向批得出个蛮好，倘是批不出，插副要想对内不乖，根本那砒水拔出来不要客气，杀出你拉倒。后面点点头说小家没放心，我自家会当心的。那么再说一声，你都等到堂里上别爬来爬去了。我下去看辰光，基本上半个时辰左右，应当可以解决问题。倘是一个时辰未分上来，索性我出事体了。到有去高飞吧。你是看一讲嘛，插进你小家心里想难过，拉了后面的水，后面啊，当心啊！救皇帝，你是一定要救的。为了让上来出力了，后面点点头。下来，来下来，那么差夫你，嘿嘿，差夫了房间里一高头，一来这个小菜，高兴了。今朝是你打工人，骗皇帝、拐皇帝，侪是你个事体。刚刚最日浪分吃上。传媒工呢，我信，规则厨房特地为你烧一桌，送到你房间里。小菜行情啊，得起来，得三人得来，上2盘菜，你准备1盘好菜，1盘刚刚吃脱，第2盘刚刚开。其实啦，你个粥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那么吃得那个眼睛里像水漉漉的。最眼睛里要滴出来夸嘴，实在要发动起来。那么因为今朝搿点事体侪是你做，接下来要做再想，那就高兴了。太高兴在最为了吃了，吃得来实在要多的。最是米粥，不吃3个，哈哈哈哈哈！好醉。好醉！后面那辆来着，大里门口一看，里向有火光射出来，里向做些有人，快点让我来帮帮们。阿哥啊，阿哥开门呀！外头是啥人啊？说对了，外头是我啊。里向是我。都是他给。你是啥人啊？你们猜猜看呀？猜猜看嘛，猜也不要猜，背是我的。是。哎，是。拉妹。不是的。是谁？不对。随便。不是的呀。喇叭好。那把你说。哦呀，猜不出来自家讲。我不是不认你。后妹。吃了一下最吓心一步，啥人啊？后面
李了让我插进庭，你来啥的啊？当心点啊！这个屋里我累不想才不要紧，多大个后面地上吃过，身上长刺，心情开心，莫塞门一起帮你一帮，谁家比我快，嚓一记耳光，耳光切到落去，当心点。今次啥个人家昏君归了啦啊！你把得来不要淋雨目的，要提高警惕，千万不要忘记加紧对阵。怎么样？阿哥啊，你来啥的呀？哎呀，我有一桩事体想来寻你谈谈呀。哦，有事体要谈谈。你也晓得现在啥辰光，要对没改啊？孤男寡女，授受不亲，有事体明早大庭广众来寻我来谈。哦哟，可错了，哪知道没清爽啊？搞道理。哎呀，阿哥啊，这个事体谁还大庭广众谈的？你两高头的事体嘛，哪得法讲？出来刚刚脑子没清爽，听见两高头的事体，要糊涂不是？两高头的事体，没整。两高头的事体嘛，好事体哇。是哇。我们进来呢。哎呀，你们输了啦嘛，我拿进来呢。分上书干，用点力气推一步好了。好，用力忙着里向啊。但是分上书虚了的，打进来也就门打给打上。哎呀，阿哥啊，你一高头拉吃都走啊？啥个闲话？啥家？吃都走。哎呀，难听！万人杀头没吃，吃都走。哎呀！马吉太太，快冲！吃嘴，吃嘴！来，坐来，一道吃2杯嘴。哎呀，我不会吃嘴的呀。不会吃嘴，万斤加许多小菜呢，吃点小菜。没哈，阿哥吧？你今年还有几岁这家？我那吧，2岁。哎呦，2岁，你还寻个人陪陪你这哇？哦哟，这种闲话戳心结。哈。那我老早就来寻，16岁寻到今年2岁还是空档。说你给。后面啊，你还有几岁？我们18。18上不小噻。然后13岁做娘天下通啊！18岁还不搞事，要搞不脱噻。我是不是让你了？你也太太不是？我们他是想搞事，哎呀，想引起我人把子抬了上盖。我搿倒是。之前呢，对谢家忠心耿耿。谢家分高人们，我服侍谢家。对。那今朝谢家八大神亲告知人子们，我还想想自家的终身大事在。我们的谢家要欢喜的，上路干。看中那个人子，我晓得行情面孔标致，立了让我谢家，是啊，平常辰光谢家欢喜那人，舍不得个动掉行情嘛，瞧他人生在了得。当然啦。那么你还有一个部分你看中的。阿哥吧，你特别是，但是有一个。把我看中哪里呢？哎呀，啥人不能看中嘛？外国头爬上天花板。啥人家？阿哥吧，你他猜猜看呢？猜猜看，这不是肯定的。张子阳的心腹，一般人能看不中。当然啦，心腹。差死！哎呦，不是你本质本人。南京多了，我不欢喜你的。哦呀，南京不落地。南京不落地嘛，红不对阿三。哎呦，红不对，你知啥子？我不欢喜你的。为什么了？哪里对阿三？哎呦，哪里对？讲你知我不欢喜这种人的。马子大了看不出。哎呀，我不欢喜你的呀。哎呦，可是我猜不出的哇。猜不出的哇。你自家刚刚看那个哇。你这个笨该。哪了？这个人嘛，有在天边来，近在眼前呀。呀，你认啥子？不认哇。哎呦，哥，你真个笨该！不然我说出。哪了？不是不认，
谁是你哇？侬啊？嘿，我们啊，那哈，不搞不我眼睛，别叫我回去啊！啥人家点你回去？我真心实意怪，真的，是个真怪。干嘛？那哈，今朝大喜之日啊，王大吉日。县家八大人亲们，你也要称他无名。哦，那不你真的出改？我们后面的终身，你称他无名呀？那了，不来个。哦。真正也是个，人家们来并排张之呀，我并排县家，也张之呀了县家做主，你也明媚正气，你两家的也密密麻麻同走听的。对，我也特心结子。对，明朝我并把张主呀，侬并把张主呀一定答应。是怪。你并把县家嘛县家不违反的。县家不那么谁讲侬？明朝我并把是张主呀，要请张主呀带你来这个。证婚，密码啦，都走起了，明媚正气。好个，我们啊，好乖，本啥事？哎呀，今朝真开心！开心的啥子？哎呀，侬特大的，我福气呀，你嫁给我啊，你出上。可不，你去再他这啥个车上了？你东儿，我们一个屋的，你两家的身份弄在了北大地了。哦，我搞不对，那我听你不听上的？我哪不听上的？侬跟你讲，那哈，接下来，侬负责业务。好。你不想马动。哈。我做宰相，你做相国夫人。哎呦，我想面对来着哇！啊，阿哥啊！哎呀，你出去宰他着吧？你哪位做宰相，我哪位比相国夫人的你？哎呀，侬宰相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你讲呀，讲清爽呀！哎呀，西旁边不能讲呀，这个我还讲出来杀头的。你讲呀，哪位比相国夫人你？哈？该桩事体啊。那哈。金出豆腐狗，已经出现在你不要问，非问啊！到辰光呢，做那个相国夫人，哥哥说了，嘴在肚里，事在心里，不肯脱口，闲话大致只顾比过得多，也意志争气。哥们呐，今朝不拿那桩事体说出来，我福建后妹。哎呀，阿哥啊！那么我相信着呢。不人家劝我讲。说后面啊，你这样来嫁人啊，天嫁没嫁，娼妇搿种人不能嫁给。哎呦，催你个啥啦？错我别讲嘛！啥人不别讲？哎呀，不人家为我好啊，不人家分析错啊。为啥？你呀，不肯看。我已经要讲过，你在你会不相信我了。以上事体会对我后面满满康康，不肯讲，搿么内行，等你再会。王上，你王上，我讲出来还是句话的骗老实个代替发誓，老实个。真的？老实哦。这个讲老实话。搿么内行，阿哥啊，你睇讲看呢，我哪会比相国夫人的呢？讲呀。搿桩事体当讲不当来讲，外头勿要去说讲。我外头不能说。外头人晓得撒苦浪头。哎呦，自家就可以撒苦浪头呀！哎呀，哥啊，他是你撒死苦浪头，我也比工伤管。对管。搿种人家发哈讲给我不敢讲给。外头为不人来闯了呀？闯。叫月亮微微嘛。是人啊！你人家分析的闯上我俩微微错自家没有。对，错没了。外头不好讲，好，外头讲出去，提没提到，总知道扣没扣到些。是呀，工商。是呀，工商你讲哪个的呀？哪桩事体啊？你也晓得你新姑爷啥人？新姑爷，福建人毛子板板。不是个？不是个。不是你晓得人家？皇帝。真的？新姑爷皇帝呀！皇帝。哎呦，可是县家出了这玩。多少来？新姑爷把你张主要关起来了。哟，阿哥啊，张主要上去也把皇帝关起来着。有道理。啥个道理啊？只要你张主要，等到钥匙一拿上，
张书亚这皇帝，拿昏君苦浪的下海。哦，那么这么再想，那就是相国夫人。哦，阿公啊，我个相国夫人搿哪来的？哎，搿哪来？哎呦，搿大玉布马怪！阿公啊，搿个我西班牙人安大水家。我现在还问到水。哎呀，分大水嘛，你不能做这相国夫人相国夫人了解呀！哦哟，这事情我才晓得个，我西班牙人啥爱的，总管弄得啥个？哎，搿嘛，哎，一个皇帝，你都要乖乖喊个，乖，我问人家举出去太一关，不能那个样哦。不出，哪会举不出呢？皇帝乖了好，然后不人情啊人么的？哎呦，啥个海然后家啊？是哪里？他是。我们一骗哦，我们那我查考上罗大那个事来讲，你骗哦。这个，你就不晓得。哦呀，查考上那个事体，别讲你不晓得，谁不晓得，那我晓得。哦，哎呦，哥啊，你太结棍的，根本事来了罗大家。好心的。啊，好心的啊。哎，你伊拉还说这。好心的嘛，只有啥台子了，啥凳子，落到那个事来讲，骗我。不晓得有机关啊！有机关噶？哎，啥个机关家？啥台子啥凳子罢了。哎，罢了了。那平常跟谁家去不像？不像怪。哎，啥台子下头就是事了。啥台子下头就是事了？哎，不人家不晓得。哎呦，这里向有机关噶？有机关。啥个机关家？啥台子马上砰爬上来。哦，爬上来。像神团这个。哦，有神团这个。爬上来。哎。那个两手。哦，两手。旁边一拉。一拉。下头就是树的。哦。哎。是来了，这个下头呀。这个下头。哎呀，哥啊，但是前面给。当然。哥啊，不过不能讲晓得，一起举皇帝是跑路路关。举不出个。哪会举不出呢？那你也不懂。与李湖监管。不在。哪会不你？叫升到4地下去的。升到4地下去。哎呀，根本不人家御史嘛，还遇过奇怪。遇不过个。哪会遇不懂呢？李华家来了，一眼没事体。哦，一眼没事体。哎，李华家升下去。那机关发动了。机关发动了呀？哎。哦。书里向呢看是看不见。哎。就滚的。是滚蛋的。哎。哦。那有时要有过去。哎。那把着滚的。滚的那3岁白头。哟。搿他吓人死死个！哎，可是阿哥啊，在人家说起来，世界危险事，那样不能过去着哇！侬来参加到有啥地方不过去？搿么你哪过去呢？便当。便当噶？侬还叫李华家会上来？哎呦，你太有本事个！哪叫李华家会上来呢？哎呀，我还是我在讲事的。你讲你还不想改？大肚筋来了。哎，大肚筋。不到大肚筋再有一斤。再有一斤，那个水生到树里向来去摸，摸啥家？有个铁拐的，我是铁拐的。你摸上铁拐，哎，马上一拉，哪个江水会上来。哦，那江上来，顶蚊子们来爬过去，嘟嘟叮叮，一眼不问。实力前面个。当然。哎呀，这个我是定心在，相国夫人是这点点啥个个？来，哎呀，你是奇功飞仙，当然。我进来啊！哎呦，开心！哎呀，刚子这个嘴，哎呦，哈个！哎呀，这两下，耳聋细枝，那个。哎呦，耳聋细枝啊！灵光焕然。来，再来呗！谁呀？开他开这个，开这个哈个。来，四面楚歌还在吃。哎呦，四面楚歌啊，好听。搿吃了四面楚歌了还好听是呀。落杯子下去，不来了。吃得那杯子得脱，口浪的忙正台子上去，噌，再脱个。后面接里没反应。
太太里没动静。大厅欣赏了，罢了，要想罢，没，为啥讲没？差夫，现在吃在，最皇帝而且几乎辰光，吃不着。这皇帝为分举出来，你到现在我发了边了，你去家人去甘肃长美宫常用，可不能不客气。龙沙里拉的抓了一个女的，差发各位，差夫各位，努力这个100，差夫是把你搬上来。给了个靠背了，懂啊不懂？那时间个狼生出来，来得真好，脾气拿出来，往里3层医院了，嚓，出了哪西也不晓得。差夫杀退，噗，等出烟出来，门打一大上，有人路过，里向没东西，没火光，当你困上，气着，差夫死他了。好了，媳妇大提亲上来，爸爸，不晓得后面啊，定要紧一桩事体来分龙亲上，搿桩事体分龙亲上，接下来有的要扣了，不晓得呀。从当时媳妇亲上来，爸爸一路过来，到堂里下头发令等上来。大次里浪水上王爷写下石岗上石岗都全部梳理好罢了，莫太不高兴。快点点，伯伯千岁，去吧。伯伯千岁，且慢，您稍后片刻，我去就来。啊，金丁呐，为他自家内王，像爱惜的巨皇帝做新的同学大，咋子新娘娘服侍，不来事。所以第一声自家平常立功的清早咋说。丁丁眼睛，懦弱细胞人，孤单是高头见的，也醉在。等至18年的房间，我也醉在。谁家依不说。
难忘。那还是同居一高上的，相对浪向这块宝剑偷到水里面。伯伯千岁，我们快走吧。莫内务反反分享的。好，查金陵女中上夫。那天皇帝好了，真心了，从沙浪看出来，一身行头，青装扎束，水里向喷宝剑一只。据皇帝打牙决力着，非要逮捕。爸爸，莫内务查金陵要上举真的，无畏惧。